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先感謝莊豪鋒議員提出議案。大廈維修嘅問題長期困擾住好多小業主，雖然一直都有招標妥去幫呢啲小業主，但係招標妥本身亦都無法確保工程顧問同埋承辦商嘅質素。勞聯嘅深水埗區議員早前就曾經接獲個案，有大廈經招標妥聘用顧問公司處理大維修，但係因為佢失職遺漏冇向消防處提供消防裝置工程嘅圖則，導致整個維修工程都要延期。坦言已經對服務係失去信心。呢個個案並非單一事件嘅，我翻查過市建局樓宇復修公司計劃嘅資料庫，已經登記嘅公司之中至少有3間工程承辦商涉嫌使用棚網嘅虛假文書被查。一間工程公司就涉及工程期間用塑膠板封窗，屋宇署亦都明言或者會懲處。仲有一間顧問公司一名時任董事兼股東因涉及一宗工程貪污案係被控嘅。當然，宏福苑火災涉事嘅承辦商本身亦都喺名單之內，所以我係非常之支持政府改革招標妥推出加強版。其中制定預審名單，可以確保維修顧問同埋承辦商嘅質素，仲要通過背景審查，亦都可以加入過去有冇違反職業安全嘅法例，有冇欠薪勞資糾紛等等嘅記錄。而且日後市建局亦都會為大廈維修工程進行招標評標，亦都會直接代為選擇，都解決咗普遍業主未必具備工程專業知識，唔知點入手嘅問題。但係目前當局同市建局仍然探討招標妥加強版嘅細節，建立預審名單係需要時間嘅，期望當局喺期間呢段時間裏邊從寬處理未遵辦強制驗樓通知嘅樓宇。如果法團或者業主都願意承擔維修嘅責任，係咪可以適度延長檢驗同埋修葺樓宇嘅期限，等佢哋可以使用新嘅招標妥服務？另外，業主對大維修嘅造價亦都係非常之關注嘅。市建局喺設定評審評書嘅技術同埋標價評估相關嘅比重嘅時候亦都要小心去衡量，否則中標者技術高，但係價錢更貴，亦都係會引起業主嘅關注。另外，政府早前亦都預告將會修訂建管條例，我建議提升議決大型維修工程採購業主大會嘅出席業主人數同埋親身投票嘅門檻。按採購合約嘅金額分級，舉例最高嘅級別係咪可以規定唔少於20% 嘅業主出席呢？或者需要唔少過某一比例嘅業主親自去投票？而處理授權票方面，亦都應該清晰定明每人可以持有嘅委任代表文書數量嘅上限，防止制度被濫用。亦都應該鼓勵更多業主係親身出席，主動去了解大維修嘅詳情。而去年亦都曾經有舊樓係停電嘅。如果再出事，三無大廈或者啲法團又唔去跟進，咁又會點樣呢？之前政府就修例賦權消防處同埋屋宇署為一啲大廈代辦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並且係會收回代辦工程嘅費用。呢個安排係咪可以擴展去到其他嘅範圍呢？例如電力裝置等一啲涉及居民重大影響嘅項目。最後，我再次肯定政府近年致力推動完善大廈管理嘅工作。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